么啊？还拿了计算机？彤彤姐姐，我们在算压岁钱啊。哦，长年钱、压岁钱，你们已经拿到长年钱了吗？还没有啊，但是不用怕哦。你看，我们准备了很多的红包袋，要给大人包压岁钱。对啊，彤彤姐姐，你要不要拿2个红包袋呢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红包袋我自己已经准备好了。哎，不过既然你们想要跟长辈拜年，拿长年钱，不如我就来教你们讲拜年的客家话吧。好啊，好啊。好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学新年快乐，就是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接下来就可以说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。你们2个都说得很棒哦。不过有点奇怪哎，你们都还没有拿到长年钱，那为什么开始在算钱啦？因为我们要先算一下想要买的玩具是多少钱啊，这样子才能告诉爸爸妈妈要包多少钱给我们啊。这样子太明显了啦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。亮亮，恭喜恭喜，新年快乐。彤彤姐姐，恭喜恭喜，新年快乐！大家恭喜恭喜，新年快乐！长年钱、压岁钱，长年钱、压岁钱。彤彤姐姐，恭喜恭喜！小蜜也恭喜恭喜，我准备了这个长年钱，送给小蜜。哇，是长年钱，谢谢彤彤姐姐。不客气，我收好哦。新年快乐，恭喜恭喜！祝小朋友都可以拿到很多的长年钱哦。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见，张年